以华最喜欢吃的糕点。等会儿，你写完了。以华喜欢的哎，这个答不出来，跟你说不是朋友了啊，就。我都知道。陆石最喜欢的游戏。陆石最怕什么？你敢说你不怕吗？我无所畏惧。这就是。以华最讨厌的事情。好吗？啥呀？你怎么去？什么玩意儿？我只能拍儿。陆石的口头禅是什么？这能播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我听到最多的好像有点不太能播的样子。不可能啊！真的，我觉得这可能不能播。算了，到时候把我的给码了吧。我觉得应该是不能播的。你是什么？什么？这哪是那种？你只是经常说我，那不叫口头禅，口头禅是美食，随时随地都会说。这才是。不要污蔑我，真是。